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没有啊。顾老爷，老爷子请您去一趟。来了。想个办法让江心莲离开易家。喂，哎，您好，请问您是江心莲女士吗？啊，我是。啊，恭喜您成为我们的幸运用户，中了500万的大奖！骗子，我是不会转账的。不需要您转账的，只需要您亲自到现场领取就好。只要我人去就能拿？对啊，500万大奖呢！哎，不过您得亲自到现场来领取。而且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，今天就结束了。好，那你等着，我马上过去。钱磊和江心莲的中年爱情，受累的却是你。他人呢？现在他应该在好好反思吧。72号，72号。啊？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老板，你看，这个钱磊和江心莲是一个村子的，可以说他们是青梅竹马。这个钱磊倒是也没掖着藏着，特别是在易安，在那个女人去世之后，他更加明目张胆。通过他，钱磊转移了不少亿元的资产。我估计用不了多久，这个江心莲怕也是要占领易家了。这个易家就是因为人多才热闹，是时候在钱磊和易宁之间加一把火了。哎，我要偷袭。没事儿，没人。想死我了。喂，宁宁，你快回来吧，外公不太好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宁宁，外公情况怎么样？已经稳定下来了。你来做什么？看外公啊！外公他需要休息，外人就不方便打扰了。你说你天天在家也没什么事，怎么连个老人都照顾不好啊？我自然没有你燕大师忙了，还要照顾别人的妻子。是我不好，都是我没照顾好外公，我错了。这不怪你，你做的已经很好了。日安，你别说他。不过真的很奇怪，外公本来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晕倒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继父，就是钱磊，他来了和外公说了2句话，不知怎么救。哎，宁宁，这么肤浅的差异，宁宁怎么就看不出来呀？你到底还要我这么没名没分的跟着你多久？你该不会是还在哈伊安那个女人吧？一个死人，你提他干嘛？真晦气！你干什么？你有病吧？奸夫淫妇！你们怎么对得起我妈？什么奸夫淫妇啊？你妈都死了那么久了，我再找一个合情合理。合情合理？你们这么做不怕遭报应吗？你们还当着我妈的面做这种事情，竟然太恶心！
我看你怎么解决我这个拖油瓶。这个家，除非我死了，否则永远不可能挣钱。宁宁，宁宁，走。宁宁，我会陪着你，守好你要的一切的。谢谢你，我想自己安静一会儿。好，你有需要的话，随时叫我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守好一家的。谢谢你的春水声啊！你这是喝了多少？我带你去洗漱吧。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是你故意让我看到的吧？我早就知道了，只是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他们都赶出去，不会再有人来欺负你了。我只是担心你。担心我？担心钱磊会抢走我的家产，把我驱逐出户？担心他们会欺负我，让我受到伤害？那你帮不帮我？我帮。宁宁，你喝多了。我自己老公，我亲一下怎么了？我就要亲。宁宁，你真的喝多了。宁宁，这是你说的，我是你老公。那你别后悔。我还没洗澡。不洗澡不能上床。喝酒真是误事啊。醒了。宁宁，你喝多了。我自己老公，我亲一下怎么了？我就要亲。宁宁，你真的喝多了。哎，昨天晚上的事都忘了？
我不记得。哎，我煮了点醒酒汤，起来喝一点。那昨天晚上你答应我的事情，你得帮我。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真乖。那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情，你以后不许在外面乱喝酒了。你喝了酒就乱亲人，万一我不在你身边，我也不是谁都亲的。你还亲过别人？应该没谁了吧？应该。我没刷牙。我不嫌弃啊。我嫌弃啊。外公，这是千泽专门为您熬的药膳粥，补气养血的。小沈这孩子啊，有心呐。你跟钱磊彻底闹翻了。外公，您不知道他有多过分。你呀，还是太冲动了。外公，难道他做的一切您都知道？那您怎么还……议员现在还需要他。可我回来了，我会把他的人都清出去，重新拿回议员的。宁宁，你刚刚入职，别太意气用事，大动干戈会给对方抓住把柄的。可我总不能步步退让吧？外公您放心，我会守护好您和妈妈的心血的。我相信。他要砍了一整条龟苓膏的产品线。是啊，龟苓膏可是我们最主要的赚钱产品了。他要把这一整条砍了，我们以后怎么赚钱啊？看来他是要跟我正面宣战了。我想想办法吧。他动的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奶酪，有人会比我更着急吧？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老李他们。老李？啊，那群顽固的老员工，他们是从建厂以来就一直跟着龟苓膏这条产品线的。如果知道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易总一上任就要裁撤，肯定要闹翻天。今天必须让一宁这个说法，不然没完！今天必须给我们说话！你上我口上的，出来！总在忙呢。出来！给我出来！来，我们赶紧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别拦着！各位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今天这个事儿不给个交代，我们就不走了。对，撤裁龟苓膏线是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，大家会得到妥善安置的。为了议员好，龟苓膏是议员的立身之本。你说砍就给砍了，这就是忘本。对，再这样下去，议员在你手里就要完了。是说的对啊。我知道，龟苓膏是议员创立之初的第一款产品，大家对它都很有感情。可是我们经营公司不能全靠感情，龟苓膏线现在已经处于严重的亏损状态，砍掉龟苓膏线也是为了及时止损。及时止损，那就能不要我们这群老东西了吗？说的对，是啊，以后让我们怎么生活呀？我看它里面东西挺值钱的，干脆搬出去卖吧。干什么你们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老李，全给他拿走！老李，钱总，你可来了。老李，什么事不能心平气和的说呢？你们都是议员的老员工，不会说撤就撤的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小易总他不懂事，你们别跟他一般计较。龟苓膏这条产品线是不会被撤的。龟苓膏线是一定。小佳，你不是一直负责龟苓膏产品线吗？来，你陪李叔他们去喝喝茶，把话说清楚就没事了。李叔，您先别动气，去我办公室坐一下吧。来，老李，这还好不多，消消气啊，这不还有我在吗？我只是给你面子嘛。别看了，快去工作。你没事吧？今天的戏码一看就是钱磊的手笔。他还找了几个关系比较近的股东，肯定还有下一步动作，你要当心啊。不管他怎么作妖，我都会做好自己的事情。
宁宁，你可以慢慢来，不用这么激进的。唉，可惜啊，爸，我还以为宁宁你会是我燕家的媳妇呢，那样我和你继父还能帮你管管公司。你呀，还是太年轻了，闹这么大一出笑话。不劳叶叔叔操心了，我有自己的工作方式。燕总，哎，钱总，他呀，现在可是一句都说不得啊。年轻人嘛，想要证明自己，不折腾几下是不会罢休的。我们呀，还是替他多想想怎么善后吧。宁宁，别理他们，需要帮忙随时跟我说。不用，我不想把你牵连进来，去陪燕叔叔吧。那我先过去。钱磊是绝对不会让龟苓膏的线被砍掉的，那可是他的钱袋子。竟然贪了这么多，他胃口还真不小。只要易宁和钱磊斗起来，议员的水可就彻底搅浑了。那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。你在易家一个人还好吗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计划可以失败，但你绝对不能有事。宁宁，你真的喝多了。宁宁。啊，放心吧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这就是忘本，议员在你手里就要完了。你呀，还是太年轻了，闹这么大一出笑话。哎，宁宁，不是答应我不乱喝酒的吗？我就喝了一点点。心情不好？你一个人缩在这里喝酒，心情会越来越差的。我给你做点好吃的。胃是人的情绪，胃是人的情绪器官。只有解决了自己的胃，才有更好的情绪去处理事情。这是你告诉我的呀。想吃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南瓜饼。哎，不能再喝了。我来教你做。先把这个南瓜捣成泥，试试。来，南瓜富含维生素 B6，它可以维持正常的神经节制水平，而且维生素 B6在体内累积到一定程度后，还会产生一种天然的抗抑郁剂，所以吃了它，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好一点哦。小心烫啊！好不好吃？心情果然变好了不少，看来南瓜真的有用。谢谢你。你跟我就不用说谢谢了，公司的事情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，也只能做些好吃的哄你开心。你有被人指着鼻子骂过吗？没有。我今天被一帮人指着鼻子骂，他们都是议员创立之初的老员工，他们说我忘本，说议员会在我的手里毁掉，是不是我做错了？别听他们的，我可太清楚知道你有多么心疼议员，
你怎么可能会毁掉它？可连日安都说我太激进了。燕日安啊，他懂什么？他说你当放屁好了。更何况，如果你像他们一样听他们的话，你就能守好1元吗？那你会开心吗？所以嘛，那就不要听他们的，自己想做什么放手去做就好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公愤吗？想要推陈出新，肯定是要经历一些非议的。要不我再找老李他们过来闹一下？我已经在研发推出新产品了，老员工们自有去处。那钱总那边，他应该有一堆事情要处理吧？和我们一起合作的那几个走账的合作商已经说过了，还威胁说如果缺了他们那份应得的，就要鱼死网破，彻底曝光。这个易宁还真是，哼，不给他点教训，真气到我头上来了。这样，你去找几个人，今天晚上。宁宁，没事吧？宁宁，没事。宁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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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这边，站住别动！大人别动！边上有情况，边上有情况，快点来人！边上有情况！宁宁，就是软组织挫伤而已，没什么大事的。宁宁，你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下？你为什么这么问啊？你是我老公，保护你是我应该做的。而且当时求婚的时候我就说过了，我会一直保护你的。跟我结婚吗？只要你能跟我在一起，我保证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。可是我们只是一纸契约的关系。可是我想要的一直都不只是契约，而是一个丈夫。我也会一直保护你的。对了，那两个混混怎么说？说是见色起意，但我看他们像是有备而来，不像是。一看就是钱磊干的。我没想到他会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。因为你太善良了，所以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善良的。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坏人会用各种手段来对付你，你得时刻提防着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我现在不是有你吗？我的左膀右臂。我会完成计划，也会保护好你。希望到时候你不要太恨我。
哎，啊，现在这个不能动，动了会更严重的。可是我痒还挠不到啊。你得忍忍，要不我们做些其他的事来转移注意力。宁宁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龟苓膏馅的事没有那么简单，钱磊肯定在里面做了不少手脚，我也是无意间在我爸电脑里发现的。可是我没有办法再调查了。你知道我爸？我知道，你们家跟钱磊纠葛太深了。你能给我这个已经很够朋友了。怪不得之前钱磊怎么着都不让我砍龟苓膏馅，原来里面这么多门道。我去看一下以前的项目资料。大周末的就不能让人好好休息啊？他还是个病人。宁宁她最喜欢的就是工作，你让她成天在家躺着，只会更难受。刚刚你没来之前，我们躺着可好好的。神经病！嘿，干什么你？干嘛？你想打架啊？干嘛？你想干什么你？啊？你想怎么样？嘿，你想怎么样？你们俩关系现在这么好了？谁跟他感情好了？没有啊，你烦不烦啊？你们继续，我不打扰了。然，一会儿来我书房找我一下啊。有病！已经滚出一人！怎么回事？裁员？我没说过要裁员啊。又是钱。宁宁，今天还是别去公司了。不行，逃避不能解决问题。可这太危险了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哎，龟苓膏有什么好吃的？不买不买。那买这个吧。啊，好呀，就这个吧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来，易总请喝餐前甜品。我从小就不喜欢吃自己家的龟苓膏，太苦了。可是它降火啊，也没有什么添加剂。可是不好吃，大家就不会买啊，没人在意它的功能性，逐渐的就被市场淘汰了。其实需要它的人还是有的。你看。刚刚在超市没一个人拿1元的龟苓膏，没想到在这儿这么受欢迎。是消费群体不一样了，超市的客户除了注重它降火的功效，更在意它创新的口味和设计。
所以我要做的不是砍掉它，而是把它一分为二。对喽，易总聪明。那我应该推出一款便宜经典的平民线和创新设计的精品线。易总机智。先吃饭吧，吃完饭再忙。不行，我等不及了，我要把龟苓膏新产品线赶紧敲下来。那这样，你来口述，我打字。我们要不还是先吃饭吧？好。今天谢谢你啊，带我看到了我之前不曾看到的。我说了呀，要做你的左膀右臂嘛。可是我希望你能够是我的，我是你的老公。那我以后也不会给我老婆以外的人剥虾。上来了，都跟老李他们打好招呼了吧？都说好了，一定要和一年抗争到底，把他赶出医院。龟苓膏新产品线的规划，我已经让刘秘书安排下去了。各位都不用离职。易总啊，对不起，之前我们是受人诓骗，以为你到公司来就是乱折腾的，没想到你不但没有追究我们闹事，而且还处处为我们考虑。李叔批评的对，我不应该只顾眼前的利益，忘了情谊和初心。有情有义，不愧是我们老易总选出来的接班人。李叔，那之后我们产品还有一些规划，我们可以边走边聊。好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易总，之前就是他，到处煽风点火，要把你赶出医院。你别胡说，我没有。就是你，就是你说的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姜文文，有什么话可以当我面直说，没有必要在背后搞这些见不得人的小动作。这都是误会，我就是怕李叔他们被开除而已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开除员工了？没有啊，从来没说过。我，哎呦，姜文文，身体不好，要么回家休息，以后都不用来上班了。我没事了，我就是头晕，我要去工作了。你们不用工作吗？你们都不用工作吗？李叔，之后就辛苦劳烦各位了。没问题，易总，你放心吧。老板，我们小馆什么时候用上这种现成的龟苓膏做甜品了？哎，我记得某人说过，坚持使用新鲜的原材料，是我们这些重的原材料都不能用啊。这1元的龟苓膏又没有什么添加剂，不是挺好的？这好的是龟苓膏呢，还是龟苓膏的老板啊？你要是太咸的话，就把杯子再刷一遍啊！哎，你看看你现在啊，满面春风呢，你不会是假戏真做，真的爱上一宁了吧？老板，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，你们俩之间是没有结果的。
知道。日安，尝尝我为你选的你最喜欢的明前龙井。跟我还这么客气？说吧，要干什么？我打算在保留老款龟苓膏的基础上，升级做一款新的高端礼盒，走国风精品路线。但是在外观设计上面，还得您这位国画大师来掌舵。好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别说一个，100个我都答应。把你的办公室分一半给我，这样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就可以面对面直接沟通了。就这？就这。没问题。好。宁宁，你来看一下，怎么样？真的很不错。挺好的。阿泽，你来了。来给你送宵夜。我这不是要推出新品了吗？让日安帮我设计了一下，你看一下怎么样？也就平平无奇吧。对牛弹琴。日安大师的画确实高雅，像我这样的平民百姓怕是欣赏不来啊。难道这次的新品消费群体不是我们？你说的对啊，你提醒我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更接地气一点。对，要不再改改？还是先吃饭吧。好。只是我今天不知道还有第3个人在，就做了2份。要不我不吃了。我也没有很想吃你那很一般的饭。那就我们吃。日安，你今天都辛苦一天了，要不吃点吧？阿泽，咱们俩吃一份。你手受伤了，我来喂你。啊。好吃吧？燕大师觉得呢？好吃吗？也就平平无奇吧。牛角牡丹，你大半夜的，你给宁宁喝奶茶也太不健康了吧？宁宁，这个龟苓膏撞奶可是我用1元的龟苓膏做的，没有什么添加剂，十分健康。1元的龟苓膏？对啊。我再尝尝。像燕大师那种就可以多吃一点，降火气。我之前我还担心你有可能不能胜任宁宁契约丈夫的角色，现在看来，还挺敬业的嘛。契约丈夫，你告诉他了？日安是自己人，他不会泄露出去的。对啊，我可是自己人。那今天我回去好好想想，怎么才能画出接地气的设计。我之前是觉得日安总怀疑你，我不想让他打乱我的计划，更不想让他打扰你的生活，
所以我才告诉他的。哦，你别生气，你知道的，我们之间早就不是契约的关系了。我没生气啊。不生气，那就是吃醋了。来，还好吧？嗯。你的手好了？早都好了，今天还特意给外公做了寿包呢。哟，你还有这手艺呢？那当然啦，那都是千泽大厨指导的好。外公，希望您吃了寿包，身体可以快点好起来。都是好孩子啊，有心了。小沈啊，来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一直照顾着宁宁，宁宁身边有你啊，我就放心了。哪怕有一天我不在了，外公。哎呀，宁宁，你让外公把话说完。小沈啊，当初我之所以让宁宁必须成家以后再接管公司，这不是什么死板的规定。我了解这个丫头，她现在只有这公司了，那是她妈妈遗留的心血呀。如果没有人关心她的生活，成为她的依靠，她一定会被逼得成为一个孤勇的战士。当我看到宁宁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她身上的刺儿都变得柔软了。放心吧，外公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。外公，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我们都健健康康的，好吧？不说这不高兴的事儿了。外面还有一大帮子人等着看热闹呢，啊！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寿宴。年纪大了，不愿意啰嗦，就说一件事儿。诸位，我代表易老爷子宣布一件事情：易老爷子决定把他名下所持有的易源集团的所有的股权，以及他个人的所有资产，全权的移交给易宁小姐。从即日起，易宁小姐将继任易源集团董事长兼执行总裁。宁宁，易源就交给你了。易源一路走来不易，希望诸位今后还要继续支持宁宁，尤其是你，千磊，你要好好辅佐她。自然，我会像帮主易安一样，好好辅佐宁宁的。来，小易总，恭喜你啊！宁宁，叔叔敬你一杯，恭喜你执掌易源大权。谢谢叔叔。少喝点儿。没事的。宁宁，然，你终于完成了你的愿望，真心替你高兴。开心，喝。哎，你别喝了，别喝了。
你喝多了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？又爱乱亲人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俩也经常一起喝酒？你也知道宁宁喝酒后的习惯？亲一个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当然是一起回卧室，毕竟我们是夫妻，只是契约的。你最好记住你自己的本分。那你更应该记住你的本分。发小朋友，我发小。我一直觉得你才是我女婿的最佳人选。如果我能让易宁嫁给你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各取所需而已。我知道你一直喜欢易宁，如果我能让你得到他，而你只需要用你手里的股份和你的父亲一起站在我这边。你明知道我喜欢易宁，我又怎么可能会帮你？你应该知道，就算易宁顶着总裁的名头进了公司，我也有的是办法让他走人。不过到时候他的人身安全，我可就保证不了了。要是你愿意帮我，我可以卖你的面子，让他全心全意的留在你身边。哦，对了，他胳膊的伤才好吧？不知道再来一次，会不会落下残疾呢？慢点走，你喝多了。哎，你喝多了，我去给你拿碗汤。谢谢你，阿泽。谢谢我。哎，小心小心。现在我是议员的老大了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通通都可以满足你。我想要你现在好好睡觉，我去拿碗汤，你下来啊。我要送你一个礼物。闭眼睛。闭眼睛。闭。我闭。你转过去。你别摔下来啊！哎，你转过去啊！这是几？一。不要偷看。这是几啊？二。啊，不行，不要看，这是几？闭上了。不许偷看哦。不可以看哦。不要偷看哦。哦。到了，睁眼吧。我送你的礼物，喜欢吗？喜欢。我知道你在这儿一直都没有归属感，我希望之后你可以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。如厕必须要坐在马桶上。试试吗？不用了吧？试试吗？不太好吧？你喝多了，还是去洗漱吧。一起啊。
大早上干嘛呢？给你准备的礼物，感觉你很喜欢这些草药，在小馆的院子里就种了不少，在家也给你准备一些。妈妈，喜欢吗？你放心吧，九九，我知道什么是我该做的。一宁对我来讲，就是工具罢了。中式糕点竟然有害。日前，曾风靡一时的八珍糕竟被曝致人中风，受害者家属表示会追究到底。妈妈，不好了，太太，草药园起火了！妈妈，没有，妈妈，没有，没有啊！妈妈，我已经失去爸爸了，不能再失去你了。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你爸爸留给我们的草药园没有了。草药园可以再种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妈妈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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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。妈妈，都是我的错。爸爸走后，妈妈状态一直不是很好。草药园也是爸爸留下的最后的念想，可我没守住，最后妈妈。这不怪你，要怪就怪易安。易安，易源集团的总裁，我查过了，就是他想要八珍糕的配方，但是你妈妈不愿意给，所以他就设计了这次事件，故意抹黑八珍糕，逼得你妈妈。易安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可是我们现在没办法跟易源集团抗衡，必须先折服。好，10年，10年，易安和易源，我要让他偿还这一切。妈，对不起，我有点动摇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的仇我一定会报。易安不在了，我一定让易源来偿还。喂，宁宁，你外公他走了。
阿泽，我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又看到你妈妈的照片了。要是她还在该多好。你放心吧，舅舅，我知道什么是我该做的。一宁对我来讲就是工具罢了。钱磊那边呢？你接触的如何？哦，他呀，典型的见钱眼开势利眼，听说上诉要合作，立马就贴了过来。那我们就按原计划，你以上苏集团投资人的身份进入议员，我再找机会把钱磊的股份转移给你，这样收购议员应该就稳了。对你来说，真正的变数应该在于易宁吧？对我来说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。这些年辛苦你了，你妈妈一定能够感知到你有多么在乎她。谢谢你，舅舅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也不知怎么撑下去。都是一家人嘛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照顾你的。姑爷，小姑爷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家里出事儿了，老爷子走了。一宁呢？送走老爷以后，小姐就再也没见着。我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又看到你妈妈的照片了。要是她还在该多好。你放心吧，舅舅，我知道什么是我该做的。一宁对我来讲，就是工具罢了。他可真是厉害，老易总去世还能雷打不动的来上班。我看他今天还是带着全妆来的，一点都看不出来难过。冷血，没人性，无情。哎，跟这种人做事，议员要完蛋喽。要不公司交给你管？也不是不行。啊，燕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。议员以后还不一定是谁的呢。宁宁，上次的设计方案我看了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要不定这个？你可以先休息几天的。公司这么多事情，我休息不了。宁宁，我知道外公的去世让你一时无法接受，你想哭就哭吧，在我面前，你不用伪装。因为外公去世了，所以我更要挺住。哎，我们易总在忙呢，这当老总的后宫就是多嘛。家里有你这么个宝贝老公，外面又找一个艺术家，他也下情操。你现在需要休息，我送你回家。干嘛？听话。我不去。你呀，怎么跟人家青梅竹马的比呀？你不是选我？这男的一个两个是不是都瞎了呀？日安，放开！叶先生还请自重，我自己的妻子我自己会照顾，用不着你来费心。我送你回家。我跟宁宁说好了，我送她。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啊？毕竟就是个朋友。那也不好意思麻烦你啊，签合同的打工仔。够
了，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再烦我了？宁宁，自从宁宁她妈妈去世以后，她什么事都装心里，表面上看着很坚强，其实内心比谁都难过。今天为了宁宁，我不跟你吵，但是我担心她出事，以后你多留意一下。我说了，我会照顾好她。你还真是孝顺呐！老爷子刚去世，你还有心情来公司？家里的葬礼那么多人来吊唁，你面都不露一个。虚情假意、猫哭耗子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老爷子怎么把公司交到你这么冷血的人手里？议员是真的完了，家门不幸啊！怎么，你又要开始表演了吗？没事吧？我就在这儿陪你。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没有，就是没什么胃口。多少也吃点儿。来，宁宁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？我特意去小时候我们常去那家早餐店，给你带了小笼包。你居然还能找到那家店啊？嗯，那我得尝尝。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然，阿泽做的粥很好吃的，你尝尝。阿泽，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小笼包，你也尝尝。尝尝呀。还行，好吃。好吃吧？我的粥呢？这个，把这些都给我扔出去！你们给我放下！这个也不要了，放下！人都走了，留着个你们给我放下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都给我住手！文博，我的腰！文博，哎呦！
这是在干什么？我看这房间风水不错，打算搬过来住。你才装了几天孝顺，就装不下去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东西你不许动。你不是不在乎他死活吗？这会儿做样子给谁看？现在我才是一家之主，有什么东西搬不得？你也配？哼，没办法，法律上我就是。这一家有我的一半，得亏了你妈。你还有脸提我妈？感激他呀！松手，放开！多大的人了，这么沉不住气？行，我今天可以不搬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一家之主到底是谁？起开！小姐，您别生气了，他就是个白眼狼。把东西都给搬回去。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连外公的房间都守不住。你很棒了，是钱磊太无耻了。我更不能倒下。现在一家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我必须要守住1元。宁宁，你还有我。外公说了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就不用做一个孤勇的战士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员工当人看，不分青红皂白就随便斥责我们，这就是职场霸凌。易宁不是这样的人。你多什么嘴啊？你又不是天天在这儿，怎么知道他到底是怎么管理公司的？我们部门的很多同事都去看了心理医生，都有不同程度的抑郁，没有办法工作了。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易宁根本不适合管理公司，所以我提议罢免易宁执行总裁的职务。这么突然？对啊。怎么今天股东大会，我这个最大的股东没有收到通知啊？听说你说我职场霸凌你，这不已经很明显了吗？大家投票决议吧。同意罢免易宁执行总裁职务的，请举手。秦总看着呢，咱们燕家和他才是一条船，你头脑清醒一点。现在可不是恋爱脑发作的时候，赶紧举手。可是，有燕家倒了才满意吗？快点，我继续。同意的刚好比反对的多1票，那我们今天就决议通过罢免。我手里刚好也有一些股份，应该也有投票权吧？老李总理是啊，他怎么办了？我反对小易总离开。老易总为了感谢这些当年一路陪伴的元老，推荐了员工持股计划。幸好，之前龟苓膏县是在谁手里亏损的，又是在谁手里重新开始盈利的？我看，就是你这个姜文文工作能力有问题，在这里胡说八道。哎，先别说了，看看情况。对呀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各位叔伯，你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，应该知道我不是坏人。虽然我资历尚浅，但是既然外公把1元交给了我，我就一定不会让他倒下。公是公，私是私，不能拿情分说事。好，那我们就拿实际说话。下个月我会交出一份漂亮的财务报表，
还请各位叔伯给我一个机会，毕竟都是一家人。好吧，行，那我们就看实际成绩。如果还是继续亏损，那我自请离职。老李叔，谢谢你这么相信我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总不能让你一个小姑娘被他们给欺负了呀。你要感谢的还有一个人，是你老公着急忙慌的找到了我，不然啊，我都不知道。谢谢，加油！放心吧，都有我在。你现在这出英雄救美保住了他总裁的位置，他现在应该对你感激不尽、死心塌地了吧？议员还是放在易宁手上比较好，钱磊的手段可是没有下限，根本不好对付。那易宁现在是被你吃得死死的，随意拿捏。他很好拿捏吗？你看你现在笑得春心荡漾的，我看是你被他给拿捏了吧？你闭嘴吧你！我有吗？外公，我差点就守不住议员了，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当然不是。你已经很棒了，就是钱磊他太无耻了。你一直安慰我。我不是安慰你，是事实。我听文博说你想吃外公以前做的青团了，我今天就尝试做了一下。尝尝，是不是那个味道？别哭了，别哭了。跟外公做的一样好吃。那以后我都做给你吃。宁宁，我希望你别跟这青团一样，把自己包裹住，不给自己喘息的缝隙。其实外公走了以后，我特别害怕，因为之前不管我做了什么，都有他给我兜底。可是现在他不在了，那种感觉就像是你一只脚踏空了，你另外一只脚不知道该放在哪儿。你快要倒了，但是又不能倒。别怕，以后有我呢，以后都有我在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
别怕，都有我在呢。然，能收留我吗？嗯。